镜头转来看国内，伫咧高雄市大寮区有大约40户的居民，长期是拢抽地下水咧使用。最近因算是拢抽不到水，居民就怀疑是附近的建案咧挖地下室造成的。不过建商是强调因施工拢合法，目前因会暂时来到提供水源予居民使用。当地里长嘛讲，伊会来甲大家斗申请用水倒水。 拍规水就头完全无水，这状况对当地居民来讲维持要1个月。哦，迄无水偌艰苦，你敢知影？变数四个臭光光嘞，啊，都用在的呀。2个礼拜了。2个礼拜啊。哎呀，那你们的水怎么办？水啊，给隔壁这自来水啊，大家怀疑而已啦。怀疑是建设公司的问题啦。不然原先大家都有水啊。 当地居民甲民代拢怀疑无水通用，甲最近附近3位工地施工有关，因为过去几十档使用地下水拢无集中。最近工地挖地下室，加上欠水的徛河地势较悬，无排除是地下水流向工地，造成徛河无地下水通抽。即摆在做地下这窟啦吼，拢咧抽这地下水，所以吼会造成即摆咱附近有30-40户的这个居民吼，都无地下水用去使用啦吼。 建商只是强调施工过程完全合法，但是为着敦亲睦邻，已经提供配套措施。临时的水塔，那我们就是每天会做加水动作来补水。后侧的地方，我们也有设置一个自来水的接水管。当地民众讲，使用地下水是当年习惯，即届无水通用，生活大乱。里长嘛要协调自来水公司等单位协助因来申请装设自来水。若是抽袂到地下水，这个确定的原因，即是搁咧查明。公司新闻王刘婷丹、henkun局报道。